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川河，欢迎阁来到目屎watch去。这是一个对台中发声的金融训练节目。衷心仰望咱做伙用母语讨论国际大事。咱拢知影布袋戏有一句台词：死道友，无死便道。意思就像有一句俗语讲：日头赤影影，虽人顾性命。川普总统伊有伊的使命要执行，咱台湾就要想好，伫川普政策执行的过程中，要如何保护家己的利益。去年选举时，川普总统的竞选口号是"互美国再次伟大"。口号的背后，认为美国东倒西歪，需要有人出来把美国内部的粪扫清清呢。互美国是地球的老大的招牌，再次发光。问题是，粪扫要安怎清？川普总统打就任的第一时间，就麻烦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去把政府内部一寡无必要的支出项目拢总汰掉，互金融市场看到川普政府伫为削减债务规模伫拍拼。毋过，最近川普总统强杀的减税法案，有可能看到债务规模再次扩大，需要搁借较侪钱来补财政赤字。看长期债券殖利率创悬，代表债券的持有者债券为师，伫个市场抛售债券，对减税政策表达强烈的不满。长期债券殖利率创悬，除了反映通货膨胀有可能压悬以外，嘛反映政府当局是毋是有还款意愿及还款能力。目前，美元霸权债务经济的大方向未改变，美元同款是全世界上主要的储备货币，霸权的地位高高在上。毋过，金融市场还是希望川普政府开钱爱开伫对的所在，互财政部长巴森搁出来向市场说明，为何要大规模减税。最后，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